这做野的呢，野啊，这野蛙，这做些品种来。还有这个摆啊，哦，还有这放在啥？看者。哎呀，哦，西口小水书。你看迄图，下面佫有迄比例图，伫迄边向啊。对啦，啊，毋得咱拄只对遮，嘿，行到这个位啊呢。我长啊，到遐是4公里。啊，咱即马行即摆起来。佫要行4公里。嘿，我发现，啊，哦，咱这几趟拢是咧去用抄的。好啊，咱继续来啊。好，行。我原本想讲水文化就行水路，我颠倒我煞毋知影这抓变做爱爬山，我较早有影是无安尼爬过山，其实。啊，这路是因行出来的呢。啊，所以咧行的时阵，就咧想哦，因当初可能会停伫遮，啊，看一下倒一个方向，看一下闸门口的方向，啊，这水是要安怎流，要安怎引。所以讲，迄行起来感觉，就加平常时咧爬山的时阵，就无啥共款安尼。我咱爬到遮来，这 view 足好的呢。这足快呢。系啊。哦，水呢？迄敢是咱拄则去的迄落？嘿，咱拄则毋是去迄小水池遐有迄个树井有无？系啊。迄树井流落去的水，应该就是为遐去的啊。你讲遐，咱即摆看着迄个伊毋是个水会吸落去，系啊。啊，就为遐流过啊。啊，流过，搁过啊，就安尼我挖就去这乌山头水看。好啦，有影是山海圳啊。嘿。系啊，有山啊，有海，啊有圳。确实。系啊。行。阮应该是无走毋知影路啊。咱这条呢，应该是。系啊。对唔对？现在。对啊。快点啊！从偌久？搁偌长0.7。700啊。700公尺。所以咱一定行。我即马做袂出。我一定也知影，咱已经行3点钟。继续行。所以咱继续向迄边去。行去遮啦，遮拢路行。遐，你看，吊桥，讲吊桥若到，就差不多要到迄个东口啊。要到。你说哩哦。说哩哦。应该要到啊。要到。咱存4把。说哩哦。好。小心。你好你好，借问一下吼，迄东口是不是位阿姨？对，哇，你对遐行来哦？系啊。哦，够高的啦。阮对迄个西口。西口啊。小水珠啦。啊，你是咧？哦，你是居民哟？我来遮整理遮啦，来遮整理物件。辛苦咧。遮甲我斗用的啦。遮斗用的啊。啊，迄边我清的安尼。所以讲大哥你住伫遮呀？我是遮吼工作站的员工啦。你著东口。东口工作站啊。是啊，原来是安尼。阮就是要为东口过啦。哦。恁安尼就算伫咧工作站啊，嘛来顶原遮铺草呀？阮来遮维护啦。维护。是安怎要维护啊？维护。环境哟。维护这个路会行一里啦。是讲唔对。你讲平常时你要整理古道，啊是安怎你要困来遮？哦，就是这支，伊叫电信条啦。电信条是啥？就是讲哦，发电技术。伊怎啊拢行这条来咧探勘测量。然后吼，伊为着要安尼通电话，伊会有电话线。啊，电报线、电话线。电话线，这个电信条吼，就是咧见证讲哦，发电鱼拢伫遮装来装去。这支无跳倒去。阮的工作站吼，伫下骹尔。要到啊？恁安尼差不多啊啦。爬山呢，上行落行，其实不哩忝。哎呀，你会感觉，我会当感觉到迄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毋过嘛，因为安尼会当去体会讲，咱先人你去看发电技术，伊安尼一工来回几若抓，你就会当感觉到，其实因迄个时阵是有影嘛是足辛苦的安尼。真正一路行来是真正有影忝，佮忝了后吼，
总算是行到这个所在，听到这詹文溪的水声，愈行愈近，愈听愈大声。这块位啊地形哦，若唔是这个白线图，就是这个泥岩呢。经过这片旁边，代表出到要到啊。东口工作站啊！到啊！到64公里，真正是忝嘞。还要4点钟。安怎啊？你形容规个是安怎？八点技术，你咬，我个甲你背好啦。了不起，你会感觉有一种感动伫咧。所以讲，詹文溪的溪水来到这，来引入去乌山头水库内底，请用了咱规个嘉南平原的人。因为八点技术做的这件代志，其实会影响到咱台湾尾啊、落尾啊来的人，其实拢有足大影响的。你一家在看啊？我本想讲我做袂到，结果即摆做出。嘿，小弟，我凉啊凉啊凉，你敢要先徛起来哈？小弟，还是你是骹软哈？你敢是骹软？我袂记来。来，有谢来，有谢来。关注乌山头分处东口工作站站长林志成。关注，终于过关。多谢，多谢。不简单。这条路无简单呢。嘿，迄时阵吼，伊伫咧做这个隧道的时阵吼，逐工爱行，逐工行，对测量的时阵爱行几6抓，嘿，行几6抓，我行1抓，都要休去啊。敢若你行一世人。嘿啊，伊搁行几6抓，伊有影伫后呢。真正的。行遐远来到这，嘿，来看这个水利设施。这个水利设施就是为着要储迄个詹文溪的溪仔水。哦。要哪出哈？对啊，要阮才有看到做这。头前这个就是伊的出水口，伊闸门拍开的时阵，水就当出来。头前这片水门就是咧控制这个隧道门口的水门，拢总有16个门。这济哦，所以讲这会当讲是詹文溪和乌山头水库的边界。起点。乌山头的起点，对。是讲这总看到，唔知阮敢会当落去看卖啊？详细甲看。会啊，恁会当过看卖啊？为这方去啊？对个。好，站长，多谢。行这组我真正一开始唔知为虾米，行这组我较知影讲吼，这的水库的水拢是对詹文溪来的呢。詹文溪的水会当互这尔济水库你后送水送去。大家欣赏，所以咱是啉詹文溪的溪水大汉的。所以我讲原来詹文溪是妈这件代志，较行一转较知影讲原来这句话是安尼来的。这勇哥。晓得。做白啊？我手机。来。乌山岭引水隧道伫1922年动工起造，1929年完工。隧道总长3公里，因为乌山岭有短暂带经过，山体内富含大量天然气，施工过程相当困难。补缺时发生了爆炸事件，捌造成50多名人员死伤呢。因为这个事件，北电为一再变更隧道工程的设计，才避免危险区域顺利完成。所以讲，迄个时阵，一定的啊。我去下骹看卖啊。好啊，咱来啊。所以讲，伊即马这门无开吧？这门无开。所以就开迄边。水声是迄边。系啊。足凉的呢。我感觉到有一阵风啊。有风。涂骹淡哦。水。哇，咱即马踏伫咧詹文溪的水面。所以讲水位遐来，位遐引过。行迄泵坑一直过，我这个泵坑真正是左长呢。你其实你即摆看可能看无底呢。系啊。所以讲你甲看，咱一路行来这水文化，为来到这个乌山头水库开始，去看迄水墙，有无？迄上水。佮行迄个绿岛，
毕竟。毕竟。对，行落去，行到迄足深的地下，去感受这水汽。所以讲每一这khu位啊，每一个所在，拢会当看到发电技术的形影伫内底。伊若起这遮尔啊大的工程哦，其实伊嘛对这个所在这khu位啊的人，不管是员工还是讲遐的农民，其实拢有足大的关系。无毋对，有足大的影响。我的感觉是，互我搁较进一步来认捌台湾这片土地，嘛会当认捌讲较早咱的先人的智慧，搁有因的才情，有影讲是才情，而且嘛会当感觉到台湾人的韧性。我是感觉这是一件真好的感受。较早的台湾人就是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，因为有溪水。会当来车用足济人，其实会有这种生命的感动伫内底。电脑吼，我故乡遮阁无遐尔啊熟悉，原本的时阵，也毋过经过阮行这条水文化的路线了后，原来我这自细汉大的所在，甲水文化遮尔啊有关系。毋过透过这逝行过一下了，就加愈来愈热。这闸门口的水楼就安尼留俾来欣赏，留俾来家己内底安尼。变啊咧，安怎？恭喜破关，体验发电位的生活甲功课，刷落来你要对大屯之路前往原乡之路。这条刷到通台湾。台湾是小小这刷当然西北的刷落唔免北北湾拢直接做你靠山。你可认得那些海花是贵村啊，树当美丽台湾的爱可能的站下。台湾是小小这刷当然西北的刷落唔免北北湾拢直接做你靠山。那些海花树贵，村啊树当美丽，台湾需要大家播下。哎，这条道路通。